流星啊！哇，咁多？唔係喎，係數據漫遊收費選擇啊！點揀啊？係咯，點揀啊？喺外地都想輕鬆上網，喺市面上有多種收費選擇。如果你經常公幹或者外遊，考慮月費數據漫遊套餐，或者係數據漫遊通行證啦，按月、日或者用量計算都得。經常北上或者去澳門，睇下你嘅計劃有冇包埋多地共享數據漫遊用量或者一卡兩號呢類服務先。間唔中去旅行，可以揀營辦商提供嘅外遊儲值卡。行程打算用幾多數據就買幾多，無論揀邊種都要睇清楚條款，包括服務內容、收費準則、覆蓋地區、使用期等。到咗外地先開啟漫遊，同埋留意數據用量超過上限後會唔會被降速或者需要增值，咁就放心晒啦。有疑問打俾你嘅營辦商啦。